来消息来看，受到屏东民用公司火灾影响，当中放一寡小客物件，这款问题受到重视哦。有花莲县议员就质疑讲，花莲的中华纸浆公司有放一款黑色液体，要求消防局得爱主动调查，嘛要来进行管制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花莲纸浆公司已经伫2021年研发一套会当将纸浆制成中所产生的物料变做生质能发电的燃料，这看起来像重油的液体，就叫做黑液。因为有无质素、纤维素，浓缩了后也会当烧，虽然会当提供再利用，也毋过存放问题引起关注。因为黑液是纸浆厂作为辅助燃料的一种，但是呢，如果它的效果不彰，它就囤积在那里。囤积呢，它有可能不是1桶2桶，它是一个油罐车一个油罐车的。屏东民风大火造成消防人员重大伤亡，花莲县消防局也开始对校区内工厂做调查，其中上受关注的都是中华纸浆的黑液，要求纸浆公司需要提出数量和安置方式，把黑液的成分，还有它的闪火点来做测试。如果它的燃点低于250度，我们就把它列为那个重油的管理。如果是它的闪火点高于250度，那表示它的品质是稳定的，那就不列入我们危险物品的相关管理。中华纸浆表示，研发黑液作为能源，会当达到资源循环目的。花莲市是台湾唯一佮发电量上大的生质能发电系统，佮处置绿电凭证，保证黑液燃点等测试拢在进行，会积极配合关会法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